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财新网的报道。这个报道什么？就是叫禁酒令颁布近2月，对白酒餐饮影响几何。关于这个禁酒令，我记得胡一进老师是颇有微词，认为不应该管得太死。那财新网这篇报道说明，这个禁酒令2个月以来，对白酒餐饮它的惨状。财新网说，没有人来吃饭。检查人员直接拿着摄像机来店里拍摄什么？就主要是看店里有没有公务员。在陕西某县城经营一家烧烤店的宋阳发现，5月下旬以来，即使在周末，也很少有顾客到店用餐，门店的流水相比之前缩水了2/3，这多惨吧！流水缩水2/3，那就基本上干不下去了。宋阳表示，他所在的县城人口较少，结构相对简单。虽然小餐饮店不依赖公务消费，但是如果想和朋友吃饭，而对方在体制内或者国企工作，由于禁酒令也不敢出来聚餐。有的同行已经开始给员工放假了。你看，果然干不下去了吗？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中国餐饮收入仅增长0.9%。比上月下滑5个百分点，该增速是2023年以来餐饮收入增速最低点。同时，烟酒类商品的零售额罕见下滑，6月销售516亿，下滑0.7个百分点，而5月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说明这个禁酒令的威力还是不小的。5月份是增长11%，6月份就变成下滑了。那对我来说，我认为这个禁酒令晚了，对吧？应该早点出。和宋阳一样面临困境的餐饮从业者不在少数。一名山东的餐饮从业者告诉财新，当地街边的中餐厅受影响最大，因为在餐厅里，就商场的餐厅里顾客很少喝酒，反而在街边店喝酒的较多。禁酒令之后，很多中小型餐饮都在门口卖盒饭自救。禁酒令大家都知道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条例要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坚持从严从简，带头过紧日子，勤俭办一切事业，降低公务活动成本，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禁酒令禁的是你不能拿公家的钱吃饭，你不能接受私营企业这种请吃请喝，那都是背后权钱交易的，这是腐败行为。如果一个县城餐饮靠的是公务员消费来支撑，那这种餐饮早倒早收益，你是腐败链条中的一环。在公务接待一章中，条例要求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这个都没毛病。各地随即开启一轮违规吃喝大整治，条例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禁酒令。这个禁酒令可以说是恰如其时，来的正是时候啊！这并非中央首次整治违规吃喝。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出境费用（简称3公）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同年12月，审议通过什么8项规定，简称8项规定。2013年12月，国办又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要求接待单位安排的工作餐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档消费场所。招商证券研报指出，上一轮政策更强调禁止公务公款，缩减政府开支，此轮更强调禁止违规吃喝带来的腐败现象。违规吃喝什么意思呢？不仅你是花公家的钱，那叫违规，你跟什么人吃饭，跟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吃饭，都有可能是违规，因为这个涉及到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对公务饮酒的管控也从限制升级为全民禁止。全民禁止不对，公务饮酒那还是公务员禁止。你是韭菜，你去买瓶茅台喝，没人管你，只要你买得起。
此外，中国3公经费管理已从风暴式治理转向长效机制建设，这个早就该如此了。其中整治违规吃喝的本意是防治腐败，加强党建，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这个我觉得说法不对，这就是防腐败，对不对？你不该你花的钱就不能花，这跟节约不节约没关系，跟浪费更没关系。你不该你花的钱你花，就无节制的花大头的钱。这个文章说，但是在此轮禁酒令执行期间，各地对于违规吃喝的认定标准、执行力度并不统一，有的地方从禁酒演变为公共场合就餐的全面禁止。根据多名体制内人士描述，除了不能在聚餐时喝酒以外，3个人以上的聚餐也被禁止，被看到或被举报便会内部通报，所以不少人索性不去公共场合吃饭。这叫矫枉过正，没有办法。6月17日，人民网发布评论文章，禁止违规吃喝，不是吃喝都违规，被市场视为纠偏信号。文章指出，在整治违规吃喝的执行链条中，个别地方层层加码，把禁止违规吃喝简单等同于禁止吃喝，这种行为也是懒政，是形式主义的变种。7月3日，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关于聚餐吃饭的问题解答，文章设定了多种场景，例如公职人员下班后选择单位附近的小餐馆进行 AA 制聚餐，且费用完全个人承担，也未涉及管理和服务对象，这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活动。再比如，公职人员在基层调研时收到当地乡镇干部去农家乐吃饭的邀请，如果农家乐的餐饮按照当地正常接待标准安排，没有使用公款大吃大喝，也没有提供高档菜肴酒水，在调研工作需要的情况下接受邀请用餐是可以的。同时，文章指出，私人会所往往是违规吃喝、利益输送的高发场所，党员干部不得违反规定出入私人会所。前述招商证券研报指出，短期重点媒体发文对于部分地区过度限制正常社交聚餐等行为，从态度上进行纠偏，有望对于除公务接待以外场景产生冲击，带来修复。实际上管得太细了，对待公务吃喝就该一刀切，你越灵活，人家越要钻空子，最后让你禁酒令本身流入形式。禁止公务员吃喝这没毛病，我不知道美国的公务员能不能请吃请喝啊？美国的公务员要去调研，谁请客啊？餐饮持续不景气，说王超本在武汉经营一家主要卖小龙虾的饭店，人均客单价在100元左右，饭店的生意在2023年经历短暂爆发后，已经连续2年下行，今年夏天旺季特别不旺。如今他计划转型做客单价更低的社区餐饮店，并把原来的门店转让。5月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咨询转让事宜，但是禁酒令之后6月一个人来问的都没有。2025年前5个月，国内餐饮收入增速在4%到6%之间徘徊，与2024年水平相当，显著低于2023年水平。部分城市餐饮则持续处在下滑区间，北京的餐饮收入已经连续15个月下滑，前5个月累计收入同比下滑 3.7%。今年以来，上海餐饮收入也始终下滑，前5个月累计下滑 2.5%。主打宴请高客单价的中餐厅和酒楼受本轮禁酒令影响更大，不少酒楼、5星级酒店纷纷开始在门口摆摊卖盒饭，并开启线上直播。不过，一名餐饮从业者对财新指出，外摆或许只是短期权宜之策。他认为，摆摊或许能让员工不至于失业，但长期来看，从业者仍要思考如何转型的问题。这转什么型？就是经济不行了，吃喝少了，你指着公务员吃喝，这本身就是不健康的。你指着公务员来消费，把你餐饮带动。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这属于低质量，它不是高质量。等到韭菜，等到这些民营企业家，等到牛马纷纷的跑到饭店吃饭的时候，那才叫高质量。那样的餐饮收入，那样的增长才是可持续，才是健康的。
你靠公务员去消费，那本身就不健康，那就是增长了，你后面还要买单，那是有害的，对吧？经济好了，大家对未来有预期了，韭菜牛马纷纷去消费，酒店的生意也就好起来。高端餐饮在疫情后迎来调整期。2023年以来，伴随着商务宴请减少，商场人流下滑，居民非必要消费支出减少，高端餐饮市场首当其冲。长租约模式下，短期内很难获得商业地产租金下降的成本缩减，两相挤压。2024年，知名餐厅频传闭店消息。管控接待消费是导致高端餐饮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一名高端中餐品牌人士告诉财新，包括房地产等在内的行业性下滑，高端精致餐饮客群流失，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那没办法，那还想办法在经济这入手，因为公务员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叫本该如此，这叫拨乱反正。高端餐饮也在通过换小店、变相降价、探索海外市场等方式自救。例如，常规客单价在800元的新荣记上线了398元5间工作餐，其后涨至498元。高端中餐品牌好酒好菜海归海集团推出了均价更低的子品牌，也就是高端餐饮想办法自救，对吧？要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此轮禁酒令管控后，除高端餐饮外，一些小餐饮店也被影响。这2年本身消费需求就比较弱，我们这里公务员体系又比较庞大，如果公务员都不出来吃饭，对于餐饮行业影响是很大的。一名河北某市的餐饮从业者对财新表示现在当地的公务员连婚丧嫁娶这类饭局都不能参加，他店里的客流量下滑了2/3，只要提到吃饭这2个字，大家伙都回避。这名餐饮从业者进一步表示，自己也在考虑转型，计划做面馆这类更加刚需的餐饮业态。在我看来，这些什么高端餐饮都是腐败的帮凶，你全指着公务员来吃，那你不是腐败的帮凶吗？一禁酒令一下，你就活不下去了，那这种餐饮店早倒闭早收益。宋阳则表示自己打算坚持到7月底。我们做烧烤本来应该在夏季赚钱，现在我们门店将近1000平米，有15个员工，如果今年夏季不挣钱，到后面的淡季就只能减员了。这个没有办法，你总不能为了你们这个烧烤店能活下去，又允许公务员去吃喝吧，再花大头的钱，再去浪费，再去腐败。说白酒继续探底，与餐饮行业类似，近几年白酒的消费需求也持续下行。本轮禁酒令执行期间，白酒行业继续摸底。一名主要做高端白酒的经销商对财新表示，今年销量一直在下滑，到6月则断崖式下跌。他对高端白酒未来的销售并不乐观。一名山西的白酒经销商对财新表示，从去年开始，线下的烟酒店迎来倒闭潮，今年加速。我了解的很多地方，烟酒店是在成批闭店。他表示，如今客户的购买意愿明显下降，销量下滑约30%。现在经销商宁愿有订单后高价现拿货，也不愿意囤货。前述招商证券研报显示，由于反浪费条例的发布以及学习8项规定，对白酒需求，尤其是中高价位产品需求产生冲击，企业的经营仍存在惯性。当下白酒供大于求，价格开始加速下行。五粮液第8代批发价跌至900元，国窖1573批发价下探至830元，单瓶与出厂价倒挂均超100元。在我看来，这些价格还是贵，对吧？还除以2才合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白酒均价持续下行，其中中低档白酒52度的500毫升装月平均价格从2024年初的179元一瓶下降至2025年165元每瓶。同期高档白酒月平均价格从1230元一瓶下降至1177元每瓶，反正都还是高，都除以2，到时候再看看情况。近2年618大促期间，电商平台通常用低价飞天茅台引流。在2024年6月，
飞天茅台价格便有一轮下跌行情。不过当年7月，茅台价格很快回升至2300元每瓶以上。今年飞天茅台的价格回升乏力。据白酒价格平均平台今日酒价数据，2025年飞天茅台散装单瓶参考价6月11日跌破2000元一瓶，14天后跌破1800元每瓶。7月以来，飞天茅台价格未见大幅回升趋势，散装单瓶参考价始终徘徊在1840元每瓶以上。7月11日报1870元每瓶，这个比人家茅台官方的零售建议价1499还高很多。为什么？人家官方建议只卖1499，你现在市场批发还1840，这个合理吗？所以说还得跌啊。飞天茅台即贵州茅台主力单品53度500毫升茅台酒，多年来因其消费受众广、社会刚性需求强等特点，大多溢价销售。一名做白酒回收的人士对财新指出，经销商在采购畅销款飞天茅台时，往往会被要求采购不那么畅销的其他系列酒款，而只要飞天茅台的价格高于2000元每瓶，就可以弥补其他酒款动销不畅损失。因此2000元被视为茅台经销商重要的心理关口。实际上这除以2没毛病，毕竟这个53度的飞天茅台的成本不高。在上一轮整治违规吃喝期间，白酒同样经历一轮下行周期。2012年11月，酒鬼酒被爆出塑化剂超标，白酒行业又先后遭遇禁酒令、限制三公消费以及勾兑门沉重打击。白酒企业在上一轮禁酒令期间谋求转型，不再追求三公消费，这个才是正道。无论你是餐饮还是白酒，如果你是盯着个三公消费，那你本身就是个失败的，你就不应该这么干。你靠腐败来拉动有什么用？腐败拉动经济，那是成本最高的，效益最低。滨源资本分析师张颖对财新指出说，在上一轮禁酒令之后，商务宴请和大众消费逐渐占据主流，行业向品牌集中。伴随着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升级的趋势，高端酒供需紧张，推动价格再次上涨。民生证券研报指出，2012年禁止三公消费以来，白酒公务消费占比已由过去的30%至40%降至5%。茅台也曾透露，2012年以前，茅台酒直接和间接政务消费占总营收30%以上。在2017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了1%，这个纯粹叫清明节烧报纸啊，糊弄西安人。茅台的间接政务消费，不要说直接了，间接政务消费恐怕占80%吧。也就是说，你说正常的就韭菜消费或者是有钱人消费，自己买酒自己喝，能有多少啊？就自己喝的，买茅台喝都是请这些当官的，这公务员不都是间接政务消费吗？是吧？茅台的消费跟这个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是紧密相关，这个毋庸讳言。所以茅台的价格越低，茅台的销量越低，反而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权钱交易有所缓解，就少多了，腐败行为就少多了。过去近10年，白酒企业在持续去产能。2012年之前，白酒行业快速扩张，积累了大量产能。在遭遇全面消费萎缩后，供过于求现象日益严峻，厂商和经销商囤货压货的积弊日渐暴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白酒的年产量是1153万千升，随后产量持续上涨，2016年达到1358万千升高点。2017年以来，白酒产量持续下滑，2024年仅为414万千升。大家对优质产品和健康的追求，白酒的整体消费量在减少，行业呈现少喝酒、喝好酒的趋势，市场逐渐向头部集中，中小酒企竞争力弱，行情不断出清，所以白酒行业产能整体是下降的。专家进一步表示，此轮行业下行周期中，白酒行业面临着 GDP 增速放缓、人口结构改变、房地产行业调整等宏观逆风。他认为，未来白酒行业的发展仍需依靠大众消费的需求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白酒行业还会继续增长。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对的。无论是白酒还是餐饮，应该把发展寄托在大众消费的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公务员消费。在长期需求不足、短期禁酒令冲击的双重挤压下，白酒企业正在谋求新一轮转型。所谓的新一轮转型，也就是倒逼着企业转向以大众消费、年轻化消费、商务消费为主的主流趋势。这些酒企还要加速国际化转型，也就是你把这个白酒你卖到非洲去，卖到欧洲，卖到南美洲去，不能老指望着卖给政府官员，或者老指望着政府官员来喝，公务员喝。这个专家对财经网指出，在当前行业深度调整情况下，白酒龙头企业从商品销售转向商品加服务，在品牌、渠道、服务等方面提升消费体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改变，白酒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一没有改变。以未来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来看，目前高端白酒产能仍然不足。这个是财经网的一篇报道，叫禁酒令颁布2月，对白酒餐饮影响几何。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已经说过了，禁酒令只是压垮白酒和餐饮的一根稻草。它主因是什么？就是白酒现在在下行，餐饮不行，它主要原因还是经济不行，消费低迷。如果你把餐饮下滑、白酒行业下滑都算到禁酒令上面，那这个纯粹是本末倒置。禁酒令只是说在这个时候促进了一下，禁酒令早就应该有。我想这个禁酒令对那种我们有一阵子不是提出了叫公务员经济吗？很多县城有些地方根本就欠发达地区，但是它的县城你看上去还可以，很多县城让人误以为这个岁月静好，经济还挺好的。为什么？就因为是叫公务员经济，它那个地方就靠公务员经济撑着，收入钱主要靠上面拨款转移支付，钱就是靠工程，婆罗门在里面赚一刀，那小县城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你说经济不行，人家说经济好得很，还出现了县城贵妇这种反常现象。所以现在随着禁酒令一下，这些虚假繁荣很快就会结束。等到下半年你看看，含义已经到了。这些依靠公务员经济、靠公务员消费拉动的，这本身就不正常。所以未来，也就是在接下来这半年1年里面，很多地区的这县城，那就是哀嚎声一片。应该不应该？实际上是应该的。你这种经济那是叫毒瘤经济，它是一种内耗，它产生不了什么价值，它是一种浪费。你靠公务员消费，这本身不正常。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餐饮业现在日子难过，白酒行业日子不好过，就把矛头对准了禁酒令，开始给禁酒令打补丁，又开始放宽，什么情况还能喝？实际上没必要，这玩意儿就禁酒令就应该一刀切，没什么好商量的。公务员你要喝酒了，你自己回家喝去，这叫刮骨疗毒。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为了活跃餐饮业，为了白酒企业什么稳住，又开始放松这个禁酒令，这是本末倒置。实际上我们反而要加强监督，让这个禁酒令得以贯彻执行，不折不扣，不能让禁酒令又变成一个流于形式。有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你看很多地方没钱，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哪还有钱吃喝？这个违规吃喝里有2部分，一部分就是为了权钱交易，那也是的不法商人、企业家，他们请这些公务员到会所、到高档场所去吃喝，这也是违规。还有一种违规什么？他自己吃喝，就公务员自己吃喝，当官的自己吃喝，但是他做账，大家都懂，他不会做到招待费，不会做到吃喝里面，他不知道做哪儿去了。这个钱从哪儿出来？他没有钱发工资，他没有钱给什么清洁工发工资，他也没有钱给就是公交车司机发工资，但他吃喝的钱还是有的。这个钱最后变成这个地方债，发行的50年或者30年的地方债里面，也就是他已经吃喝到50年以后了。有的是办法，你怎么管？所以说这个禁酒令一刀切就必须这样，你稍微开点口子，他就有办法去钻空子。地方纪委或者是叫主管部门应该就接受监督，也就是说这个群众一打电话举报，发动群众去监督。你看到公务员在包厢或者在酒店吃饭，可以打电话举报，一举报就查，非要把不正之风给他刹住。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说，政府它各个政府不一样，有的政府他把钱搞到大头上去，有的政府是愿意把钱更多的留在小头。这些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说优劣来说哪种好。你像北欧，人家是高福利、高税收，也就是钱在大头那儿，但人家是高福利啊，没毛病。咱们这是什么？钱到了大头那儿浪费掉了。如果你把钱都搞到大头上，你提供高福利，大家也能忍。他提供不了高福利，大头全部浪费，那这个违规吃喝就是浪费的一个表现之一。当然了，还有无效投资，这也是浪费。总之，到了下半年，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些岁月静好的那些县域经济、那些公务员经济，恐怕就绷不住了，寒意真正的来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